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先来团咱今仔是礼拜八经的信息歌。只是迄个喙暗吼，迄个口罩的那个禁令已经解除了嘛吼，所以即马就是，无论你是有在食物件，还是无食物件，要挂喙暗无要挂喙暗，拢看你家己吼，看你家己，你想要挂就挂，无想要挂也不要紧吼。咱今仔是头一首的信息歌是信息第54首《东心俄落天边》。咱掀开信息54首，这首诗歌咱也正熟，总是第三节的歌词，第三节，俄罗上帝圣神关灵感化万民，然后是对天降临，吼，对天降临。因为头一节是东心俄落天边，自然因我上帝，这是算讲破音字啦吼。头一节第一节是自然因我上帝，啊第三节则是对天降临，惦人的心。好，咱来吟第一节甲第三节。一首是474首，474首，每日只有信靠主。咱来吟头第一节。信息团的到这，咱请将手机的声音禁起来。
我的心神啊，你着乌罗耶和华，记若伫我内面的，也着乌罗伊的性命。我的心神啊，你着乌罗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拢总的病，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流。吟诗，圣诗第54首，圣诗第54首，讲新乌鲁天父，请会众起立。咱犹原徛立来读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启应文第21篇，启应文第21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着感谢伊，学罗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咱共心来祈祷。上帝，即世界有足侪不安的代志，常常互阮袂记要仰望你。因为咱人是安尼的软弱，所以阮望你会当常常来带领阮人生的方向，就敢若你带领摩西出埃及共款，互阮行伫你的光内底，无互黑暗来引带。望你每一工拢会当引带阮每一步。每一个决定，互阮伫细汉的代志，嘛会当经历你的疼，甲你的疼宣扬互其他的人，互其他的人嘛会当伫因心内底有望。
咱的性命是遮尔啊短，只有上帝你互阮的性命，才是永远的活命。阮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免。乌鲁，信歌队今仔要乌鲁的诗歌是我心灵的好牧者。我心灵好牧者，请来踮我的心内，将我全人塑造，亲像你款式。Good.
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马太福音第4章第18节到第22节。耶稣行伫加利利的海边，看见两个兄弟仔，就是西门叫做彼得，甲伊的兄弟安德烈，趴网伫海里，因为是讨鱼人。伊就甲因讲：来缀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讨鱼的。因两边离开网来缀因，对遮进前，阁看见两个兄弟仔。就是西比泰的囝雅各，甲伊的兄弟约翰，甲因老爸西比泰伫船里伫捕网。耶稣招因两边离开船，拜别因的老爸，来缀因。讲道，今仔日义家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耶稣在前，阮在后。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咱心灵的服务者耶稣基督，请你来阮的心内。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怜悯世间人，手术独生囝耶稣来到世间，真做阮生命中真大的瓦靠甲帮助。愿今仔日主你的话，深深来医治、安慰，带来互阮正兄弟有望，搁来头前来跑走。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2023年开始，咱1月份到2月份已经过去啊。大概后，咱照咱新眼光读经的进度，咱拢知影。1月跟2月，咱读创世纪。而创世纪，咱应该慢慢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一生因的信仰的经历，应该有淡薄了解。就是我靠主的信心，毋是一个就有的啦。需要咱伫咱的生活中间，每一天去经历、去操练，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这个信仰是真实的。信仰的深度甲跨度，袂突然间临到咱的身上。信仰的深度甲跨度，甲咱的年纪嘛无关系。3月、4月开始，咱要对创世纪进入新约的第一个马太福音书，这是非常趣味的一项代志。好像就是穿越时空，经过真久，对创世纪。来到马太福音书新约的时间。马太福音书经文一开始就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伯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望咱透过马太福音书，咱做伙来看，耶稣伫2000年后，耶稣伫头前，咱伫后壁面。耶稣要继续来引带咱每一天。有真艰难的路站要过，毋望咱跟随耶稣的脚步，互咱经历咱有丰盛的生命。今日的经文一开始，18节到20节安尼讲，耶稣行伫加利利的海边，看到两个兄弟啊，就是西门叫做彼得，甲伊的兄弟安德烈，拍网伫海里，因为因是讨鱼的、掠鱼的。耶稣就在因讲：来缀我，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讨鱼的。跟着我，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啊！因连边意思是立刻离开网来缀耶稣。咱在座有掠过鱼的人，举手一下，一个、两个啊！你是真正去大海掠鱼哦？哎哟！网鱼哦，看袂出来咧吼，好。掠鱼的工作对咱在座来讲，每一个人应该拢真兴奋。食鱼可能足厉害，掠鱼无一定。虽然那么大部分人知影吼，讨海的人掠鱼的工作是非常危险佮辛苦的一项代志。因为什么？
因为鱼住伫大海内底，海内底。咱地球有2/3拢是海。咱对海的认捌超过咱的想象的奇妙、神秘，敢若危险啊！今日咱看这加利利海，伊叫做湖啦，内陆湖，但是伊的湖，伊的深度有48公尺咧。咱可能无概念，48公尺偌深。咱的淡水河，甲14公尺。淡水河的水的深14公尺，这加利利湖48公尺。咱巴士海峡有偌深，你毋知？5000公尺。海有危险嘛？海真恐怖啊！无输到金门金门是一个海岛，四围拢是海。讨海人属于看天食饭的行业。风瘾伤大的时阵，无法度去掠鱼。好天气去掠鱼，也无一定会掠到鱼。你看咱罗家福音书5章第5节，西门讲：老师啊，我规夜晚真操烦，真无安尼，真无闲。但是我无拍到什么。伊讲拍到什么？耶稣就说：西门说，我整夜劳碌，我都没有捕到什么鱼啊。意思就是讲掠鱼毋是遮简单。互你掠到鱼，你嘛爱卖着好的价销。所以安尼看来讨鱼的人烦恼嘛真多咧，并且掠鱼的环境是伫海上，所以云姐你无简单咧。海上迄风影风安尼，风影真大，迄风真透。我这边等于参知梅牧师因为咱拄啊这季节，阮去行金门大桥，阮拄啊逆风，有够艰苦，两个安尼，你有知影？我们是在桥上就那么危险嘛？你也伫海上更较危险。落雨，日头晒，所以咱讨海人一般拢乌啦，乌。云姐你较无行，你是用贵妇，你都毋知。一般讨海人拢是乌较侪天气也歹的时阵你就伫厝诶等，等待的过程的中间，有真侪想象。有听讲啦，可能就是啉酒、跋筊，还是家暴，心情歹嘛，可能某嘛恋嘛，另外掠鱼的过程中间，常常有风影，突然有大的风影来，所以因的性命是真危险的。讨海人的伊的性命是处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当中今日的经文讲，耶稣伫加利利的海边看到2个兄弟彼得甲安德烈，因咧掠鱼，耶稣在因呼召，因马上来缀耶稣来行。你读这段时，袂感觉真奇怪？安尼呼召就行。耶稣呼召2个囡仔，2个兄弟讲离开，讲行就行，从原本的工作来放弃。这咱袂了解，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互因这2个兄弟有这款的动作，因为咱拢知影，上帝甲世界的呼召，常常咱大部分人选择世界对咱的呼召，因为这个世界对咱较有吸引力。当咱详细看，目前咱生命中，咱拄着种种的艰难甲挑战。可能是咱的身躯病痛，还是有一寡你的问题。有可能咱甲讨鱼掠鱼的人拄着问题是同款的。咱的生命早就陷入黑暗的深渊内底，伫黑暗内底爱有光啊照，才会行出来。咱的生命可能亲像一只船伫大海的中间咧漂流想要一个永远和苦暗的所在，但是就是无管好天歹天、出日暗时，而且无同款的时间下面，竟然超出苦暗，这项代志是这样的困难。到底问题出伫什么所在？因为这个世界
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传统、人情世事，这个世界做代志的方式，早就对咱有真大的影响，咱拢唔知影。咱讲潜移默化，到咱的心底内底。我这边参姊妹牧师转去吼，咱拢伫教会，咱对非基督徒咱的了解很少。咱感觉因应该知影咱真侪代志，其实因拢唔知。因就咧问我较姊妹牧师，我毋知怎样讲到告别式啦吼。哎呦，恁教会的告别式有请师公无？我讲，阮两个就是师公。意思讲，其实伊对咱真正，伊毋是听讲安尼问的，伊真正袂了解。啊，恁是啥物方式咧办的？咱真侪代志，这世间的潜移默化伫咱的心内底，互咱无法度分别是啥物是对的、毋对的，正确的方向来行。我们很难跳脱这世界互咱的框架，你知唔知？甚至咱对如何来看待生老病死，甲意外发生伫咱身躯的问题，伫讲咱有要真侪借口，他真侪代志来合理化，应该就是安尼，无毋对。伫到这世界的人，我看啊。亲像有一本册讲的，穷的只剩下钱而已。这个是不是很讽刺？钱不是真好的吗？为什么咱人一世人安尼争抢，会穷的只剩下钱呢？因为咱真侪人拢请这钱会落财啊，这是真悲哀的代志。咱到咱人生的路尾，咱可能有淡薄仔无奈的心情，因为这个世界外在看会到的目的，甲人定义的成功地位，继续影响咱的心思意念。毋是基督徒有安尼想法，真正常。因为我甲姊妹牧师这边是等于金门，代表阮去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环境啊。因拢有安尼，拢会比较，某某人搁咧起厝，阮金门即摆起真侪厝。伫台湾还是伫海外有趁钱，就要起等于起一间厝，有大无大袂要紧，人起我嘛爱起一个，有真多的想法，但是咱无共款。在座兄弟姊妹，咱是无共款的。咱是领受这荣耀的身份，基督徒这个身份是最非常的荣耀。咱却无法度对少年的时阵到老，咱专心来跟对咱的上帝，咱三心两意，咱进一步退两步，咱想要安尼，阁想要安尼，双脚踏双船。该无法度经历咱上帝是恩典丰盛的上帝。伫到咱要起造荣耀的教会，真做真长的口号啊！这个荣耀的教会有两种教会。顶礼拜考牧师，我拢叫伊夏斌牧师吼，恁讲叫伊考牧师，我拢足奇怪哦，考袂了的考啊！我的同学夏斌牧师吼多谢。咱的师会吼，嘉明学咯吼，伊真欢喜真欢喜。起造荣耀的教会有两个，第一个是咱身躯的殿，顶礼拜有甲恁讲，咱身躯的殿有荣耀上帝无？第二个是有形的教会，就是咱看到咱的建成教会。台湾的基督徒的趴数无增加，逐年咧减少。咱讲有真侪长老教会，农村老人、青少年甲儿童拢无去啊。最新的校园杂志
有做者统计，台湾教会统计，伊来比较2017年甲2022年疫情的比较，主日聚会减少33%，但疫情解封之后，出席实体聚会的兄弟姊妹减少40%。基督徒的总人口跟儿童主日学的人数减少了50%，这数字听来，让人真惊吓。感谢主，咱建成教会不是安尼，有这数字发生，然后最教会开始研究新的策略，时间的计划，推陈出新。咱讲吼，一个饭店啊，更换菜单，吸引客户过来。咱也去食王品系列不管是陶板屋还是西提久1-2年某一个还会更换一点菜单，无你这拢同款嘛，它会吸引你来。教会嘛是安尼，咱台湾这招上厉害，更换菜单。这几十年咱唔是安尼，更换菜单。但是如果咱无法度伫基督徒信仰的过程的中间，咱的性命无法度改变，诚做有基督的香味，起造咱这个殿，活出彼此相挺牺牲的行动。安尼到时，若那是迄菜单，客户食一遍嘛无爱食，教会同款，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今日接续经文21节到22节，安尼讲，对这进前，耶稣阁看到2个兄弟啊，就是雅各甲伊的兄弟约翰，伊甲因的老爸伫捕梦。耶稣在因招，来，因离开老爸，跟耶稣。这2节的经文，互咱看到雅各甲约翰，同快。紧紧放下伊手的工作，因为因的生命中有拄着甲彼得、安德的2位兄弟也同款的问题，因的生命想要得到救赎，因想要离开黑暗，因想要有一个靠岸、安稳靠岸的所在。当机会来啊，因嘛做出好的选择。放下因原来的工作，来跟对耶稣。耶稣行伫因头前，因对耶稣后壁面。各位兄弟，牧师毋知影你目前的生活过得怎样？咱即站，咱教会有真侪兄弟姊妹，有真侪的状况。伫因的身躯的顶面，咱有确诊，咱的停医执事即摆伫医院内底咧住院。咱也有一个咱对面的曹明弟兄，牧师甲看2遍，医生建议爱去安宁病房。搁在座嘛有真侪兄弟姊妹会鼻痛，无管咱生活。即摆是好还是歹？咱内心上深的迄个所在，咱其实甲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4个掠鱼的人同款，咱嘛一直咧等待一个机会出现。迄个机会就是互咱生命通得到救赎的机会啊！什么机会？就是互耶稣看到，互耶稣来救你。然后受耶稣的呼召啊！约翰福音书第3章16节，这大家拢会晓背的一个经文。因为上帝就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既然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伊听咱听到底啊！人类因为咱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因素。罪恶侵入咱人的心底。咱看旧约时代，上帝的选民以色列百姓，上帝赏赐因好的所在，
但是因一遍搁一遍，陷入试探的中间，天沦落去。上帝派士师、先知来拯救因，但是因的骄傲、因的软弱，因一遍搁一遍啊，互罪恶拔掉啊！因记得要靠家己的力量来赢，不是无法度。直到伊的国家受掠，陷入黑暗。以色列这个国家亲像伫漂流伫大海中的迄个船共款，无一个安稳、靠岸的所在。当上帝怜悯临到这个世间，临到你，临到我，要互咱有一个长头生的一个机会，就是耶稣。上帝的囝来到世间，赢过魔鬼种种的试探，这是耶稣观念的典现啊！无一个世间，无一个生命像耶稣安尼。今日的圣经马太福音书第4章18节到20讲，耶稣看见，主动呼召门徒来跟对伊。耶稣看见，代表耶稣清楚门徒内心的艰苦甲需要。意思就安尼讲，耶稣嘛知影咱每一个人即摆内心的艰苦甲需要。耶稣知影。主动叫醒咱，某某人啊，互咱看清啊，咱目前面对的情形啊。有一个真笑话讲吼，当咱咧做噩梦的时阵，咱咧困的时阵，做歹迷茫的时阵，互你用对待安尼时阵，要怎处理？你著先把手巾天起来，迄个梦无去。咱即摆嘛是陷入黑暗的时阵，耶稣看到，耶稣在咧叫醒。你要家己承认啊，承认你需要伊，你要悔改回头来离开迄个所在。但是上重要是怎？你毋是跟他离开，你要跟着耶稣的脚步，回应耶稣对咱的呼召。早前这样的门徒在掠鱼的因的目睭看是家己生存的问题，算小家己的好跟歹。这种咱创世记里讲的雅各同款，雅各要互上帝摸到时阵，伊看伊算的拢是家己的好。我想要有大囝的名分，我有要得到老爸的祝福，意思拢是同款。但是因回应呼召，耶稣在因讲：来对我要互你得到人，亲像土鱼同款。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啊！门徒的心门，互耶稣拍开。原来因跟对耶稣这条路是天国的使命啊，是拯救人性命的工作。兄弟姊妹。真正基督徒，较毋是基督徒是差真多。你愿意回调耶稣对咱的呼召，咱的性命是180度无同款。你有感觉安尼性命真水无？耶稣的呼召代表救赎的福音临到咱。耶稣的呼召，互门徒对黑暗行往光明。耶稣的呼召。甲上帝同在同款，咱甲上帝，咱甲耶稣同工。咱讲无管也是工作上，也是咱讲吼，即摆吼林书豪对美国转来吼，伫咱遮拍球，咱爱有神队友啦，队友爱很强吼。咱讲像迄魔兽霍华德吼，伊的队友吼拢无强，今仔一个伊的强无效。但是咱有一个神队友就是上帝啊！耶稣是咱的神队友，甲咱同工，也是有上帝的同在，当然咱会赢过世间一切的艰苦较困难，得到丰盛的性命。咱有安尼的确信。各位兄弟，互耶稣看到，互耶稣叫到，受耶稣的呼召，是极大的福音
较好消息。大家一定讲呼召是传教者的管理。我也无要做牧师，我也无需要受呼召。在座每一个人，咱拢需要回应呼召。回应呼召，就是放下咱家己的主权啊，将咱的心甲温顺、才能，互耶稣来使用。因为当咱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的时阵，咱就甲耶稣做伙，开始要用耶稣的眼光、行为、行动来行来生活。也是安尼，咱属灵的生命的转变就会开始改变。牧师阁讲一遍，咱的信仰毋是宗教，咱是信仰。你要放下你家己的主权，将咱的心、温顺、才能交互耶稣。有简单无？真无简单，真无简单。下面是牧师做平信徒的见证。我这段见证是转去金门的时阵我参姊妹牧师，我两个去爬太武山。你爬太武山的时阵，我讲好像是一个以马武士的路线同款。我两个咧讨论这礼拜牧师要讲到经文要怎讲？姊妹牧师建议讲，你会使讲你平信徒的见证，因为当我讲我做牧师的呼召，你们的贴切不会那么安尼，才能有关系。21年前，真紧的时间，我信主嘛21年前21年啊。21年前，因为我生意的失败，来到新店的民权教会，上帝慈神爱所，将我一个月带来到教会。这大家应该拢听牧师分享真侪遍。迄时阵有将近7年的时间爱行孝，咱个生活过得不是那么轻松啦。照讲，伫教会做一个坐伫做礼拜的基督徒，应该无人会讲话吧？意思讲，我来礼拜做了，我来走。我唔连参加服侍，唔连回应上帝对我的呼召，因为大家知影，我迄阵已经趁钱较重要。但是上帝是监察咱心思意念的上帝，上帝无互我沉沦落去，上帝无互我自生自灭，上帝嘛知影咱每一个人兄弟姊妹，咱内心的艰苦。上帝呼召初信的我，参加圣歌队的服侍。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其实礼拜一到礼拜天都要上班啦圣歌队拢礼拜六你练习，我常常会迟到，但是我一定会赶到。我不会看五线谱，我拢对隔壁较早拢对隔壁一张落咧唱。即摆来我对钟琴唱。钟琴长跑到第4步我对嘉伟唱，听边仔的声音我上班爱骑乌托摆4过早，实在人是真忝。想到有真多的债务、身体、加减拢会艰苦，生活嘛有真多的委屈。但是既然你唱歌的过程的中间，上帝来医治安慰我，互我慢慢的经历，听兄弟姊妹你讲咯，哪服侍哪甘甜是什么意思？兄弟姊妹，当你也无咧服侍，你无法度了解，哪服侍哪会哪甘甜？我嘛真多谢真侪兄弟姊妹讲牧师你这辛苦安尼走来走去探望兄弟姊妹，其实袂。等去看兄弟姊妹，我有真多的听，真多的感受，入到我的心内。毋是我咧服侍因，是透过上帝，透过我服侍因的时阵，来坚强我的心，来打鼓励。
有时咱感觉服侍是浪费时间。当我退休，当我有闲，我较来服侍。我即摆做生意、工作真无闲。服侍的呼召其实是上帝的怜悯咱，他介入我们的生命，是一种祝福。讲坦白的，咱毋能讲咱服侍要为上帝做偌济代志。上帝个无差咱即个人，但是咱非常需要上帝啊！我拄仔到民权教会的时阵，有2年的时间无牧师。等地县林牧师来的时阵，伊来民权教会成立社青团契。牧师就指派我啊，看我哈，我迄阵嘛30几岁，正做社青的辅导。毋是伫教会长大的我，圣经嘛毋是捌诚多。那个凯华，我认圣经也那时候也没有懂很多，真多教会的规矩我拢毋捌。我讲初生之犊不畏虎啦，我就接来这个陪伴的任务，1个月2次，主日礼拜了后会陪伴。这款的呼召帮助我啦。我不会将很多的焦点一起放在我的身上啊！我袂紧的看我家己的问题，我会强迫自己，我伫信仰的学习甲操练，因我来陪伴这个青年啊！因为圣经哪有比我较高啊？迄中间嘛陪着咱的指挥洛林哈，迄阵伊嘛哈神学生，伊嘛来参加阮的社青。回想我迄阵甲姊妹牧师亲像那是青年牧师共款，你知毋知？因随科吼，阮就随出去，你知毋知？随科随出去的。排解因甲吼父母的问题，排解因甲因一寡感情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当中吼，我们还促成好几对婚姻呢。各位兄弟，耶稣是咱心灵的服务者。感谢圣歌队的吟诗，嘛多谢指挥洛林的选曲吼，牧师真感动。咱转去吼，有闲礼拜了，搁较看一下。这个歌词好亲像咱人的一生，好亲像在掠鱼的兄弟啊共款。生命中有随时有大的风涌走来，互咱惊吓。咱等下看周报，咱就知影，焦明的姐姐得了癌症，本来有化疗的时间真艰苦，咱感觉听了好消息。但是这站，阁有听到，离肝的部分又有癌症，所以3月9号要再入院，重新走一趟。怡君讲，牧师，我很泄气，我对不起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又在遭受这么大的折磨。但是我会坚强落去，我会坚强落去。咱的人生有真多风涌，突然间走来，互咱惊吓。耶稣伫头前，咱伫后壁面。牧师毋知影你如今军队是啥物，只有你知影。你是毋是军队耶稣？只有你知影。咱千万毋通阁坐一个借口。咱来回头，爱悔改。牧师看到真多的长辈咧服侍，真甘心。有真多长辈，因拢互相会敲电话去彼此关心。甚至咱看咱的仁和兄80几岁，你看，拜六对戏子。搭火车坐社区巴士，然后搭火车来咱教会唱圣歌队到9点，搁搭火车搭巴士返去因的社区。我看这个过程的中间，领受上帝应该是仁和兄。
伊互耶稣看见，互耶稣叫着，受耶稣的呼召。牧师看到天父，甲春之节，因做交代，安尼行起的时阵，我真感动，所以迄阵我翕相。伊两个嘛80几岁啊，安尼你好生。只有当咱军队耶稣，咱的性命较有法度改变啊。牧师回想，33岁进前我咧拜拜，3年教会平信徒的生活，9年做执事，1年半的长老。牧师嘛是拼命回应上帝对我的呼召，温群做工，真做教会，真做牧者兄弟姊妹好的帮手。我安尼做，上帝嘛无互我夭着。我的家庭受到极大的祝福，毋是看得到的物件。上大的祝福是啥物？就是伫大风涌的时阵，阮已经找到一个安稳靠岸的所在。当突然间拄着黑暗的时阵，阮知影军队耶稣，阮就看到迄个光。因为有安尼经历。我较有法度来陪伴咱的兄弟姊妹。当咱兄弟姊妹牧师、关怀牧师去探访的时阵，兄弟姊妹有身躯的艰苦的时阵，讲坦白的，我嘛毋知要怎样。但是我知影，我讲，咱来军队耶稣，只有耶稣有法度，互咱对黑暗的所在走出来。只有耶稣有法度，互咱即只船有一个安稳的靠岸的所在。兄弟姊妹，军队耶稣回应耶稣对咱的呼召，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2000年前，耶稣行伫加利利的河边，你找人。即时耶稣嘛是伫咱建成教会里找人。耶稣毋是今仔看到迄4位掠鱼的人，耶稣伫建成教会看到做的兄弟姊妹，看到你，看到我。耶稣即时对咱讲：来缀我，我要互你得到人亲像讨鱼的。这是极大的恩典要互咱。你有要军队也无？咱讲，原咱拢对心来讲，主啊，我要来军队里。安尼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回应诗，信息第474首，信息第474首，明日只有信靠主，请会众起立。信靠主，注定。
请坐，奉献，请书献的同工。起立，请会众起立来唱奉献诗。请坐。公道，咱来掀开酒部的内页。咱来为着大岛的事项来祈祷。第一项，为着每一届，其实咱每一届拢爱来感谢上帝，来互牧师的讲道来感谢，愿主的圣灵来感动大家来扶持咱的心，会当用咱具体的行动来去回应上帝对咱的疼。第二项，咱来为着辛苦病痛的人来祈祷，为着肢体需要调养的陈金子、刘慧英、陈王兰、林双耀、洪甘之、陈德明、刘秋敏、陈丽水、胡艺梅、陈秀荣、杜昭、郭仁吉、陈义利、林以诺、黄静茹、朱小雷，嘛为着需要复健的陈昭明、汪世军、刘慧忠、李碧莲，阁有最近住院的潘廷一、张昭明、陈怡君。第三项，为着咱南台湾的水情严峻，真久无落雨，嘛为着最近天气变化大，咱年长的长辈的身躯来祈祷，嘛为着土耳其咱赈灾的需要来祈祷，咱同心开喙额头来祈祷。
上帝，感谢你赐予阮性命，互阮会当伫即生来明捌你，行伫你疼的路上。阮即个身躯虽然有疼痛、有病痛，毋过阮知影你是怜悯的神，你要互阮伫苦难内底嘛会当来跟对你。主啊，阮心平安，因为阮知只有天国才是阮的愿望，只有伫即世会当来做荣耀你的代志，才会当得到你互阮永生的愿望。愿阮即生拢会当安安来甲主你相结连，直到生命上尾的迄一天。阮也要因你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妈，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咱来看周报内页。首先是教会消息的部分。第一项，教会奖学金伫后礼拜要颁发，请青少期佮有主日学的家长会记得提交因仔的成绩单。第二项，社区关怀据点银发族的好厝边，伫3月6号，也就是明仔载会开始开课，所以请为着课程顺利进行，甲参与的志工身心灵强健来祈祷。第三项，团契会长请伫3月19前，交第二季，就是4月甲6月的团契活动佮服饰排班表，互干事来会诊。第四项，4月2号，4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要举行清明联合追思礼拜，请大家甲各遗族的相片也是要影片交互干事来做更新。3月26号之前。团契消息的部分，3月12后礼拜下晡的1点，教育部要举办一个讲座，主题是马街家族时空阻挡不了的爱，讲师是王义勤老师。地点就是伫咱礼拜堂的这个所在，请兄弟姊妹来参加。第二项，3月18礼拜六，松年团契举办春季灵修一日游，内容咱来看公布栏，若有需要报名的来找会长。好，集体消息的部分，第一项，咱拄则来祈祷的，为着这3个人，就是潘廷一执事，因为确诊，所以导致他的脑脊髓液引发他的自发性的低脑压。伊目前是伫淡水马街负压隔离病房伫治疗，原主的医治会当来保守伊。第二项，张昭明弟兄因为救急引发身体的多重不适来住院，即马伫台大医院，那么原主来扶持帮赞。第三项，陈玉金姐妹拄则牧师有讲，就是因为进前有治疗，毋过效果无啥好，即马要伫3月9号来入院，要来过3月13号要来过做手术，所以原主来安慰，嘛，互咱会当来为着伊来祈祷，互伊会当坚定伫主内底。第四项，陈美芝姐妹3月17号礼拜五下午2点要举行告别礼拜，是伫二滨的真二厅来举行，随即会到台北慈恩园
来举行告别礼拜，所以大家如果需要参加告别礼拜或安葬礼拜的话，请到1楼登记。奉献的免税，请大家做伙来看，若有问题来会计来跟进。好，咱即马来起立上营信息第509首，信息第509首，请会众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互咱跟随耶稣的脚步，回应耶稣的呼召，赢过世上一切的艰难甲悲痛，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免。请坐。愿上帝的平安赐快乐，愿上帝的平安赐疼痛，愿上帝的平安受赐安慰，愿上帝的平安赐望，愿上帝的平安赐安享，愿上帝的平安赐我命。愿上帝的平安保卫着你，愿上帝的平安甲你同行，愿上帝的平安赐快乐，愿上帝的平安赐疼痛，愿上帝的平安受赐安慰，愿上帝的平安赐望，愿上帝的平安赐安享，愿上帝的平安赐我命，愿上帝的平安保卫着你，愿上帝的平安甲你同行。阿门。未倒必回。